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12月初3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顶月日有中营的空服人员假开观察健康的期间，家己偷出门四假去，但中营已经甲当事人免责。当有业者借大台北区雅士的公司名去人家厝换雅士头现场收费，警方也甲当事人移送法办。行政院已经宣布压制炒房地产的政策，不过民间团体有员批评讲，改革有较慢，内容也做无够。观众朋友，咱先来看讲，为着要让航空业较好经营，疫情指挥中心是规定，对外国飞回来的空服人员、甲飞行机的机长这的人，假开观察健康，唔要甲14天遐久。结果顶月日有中营公司的空服员假开的期间，家己偷走出门四假去，佮摕假相片瞒骗公司。那中营也已经甲即寡违规的当事人免除职务了。为了防止新冠肺炎疫情扩散，指挥中心定有真侪防疫规范。为了兼顾防疫甲航空业的营运，所以为外站转来的技术员，无伫伫通报社区自处检疫14天名单，爱看航班敢有过暝，简称后舱定情形，缩短自处检疫期。结果传出一名长营空服员伫回台了后，违反防疫规定，外出参加课程，也甲朋友食饭拍球。而且公司调查，伊也讲白贼伫处理，佮较提供假日期的相片误导，所以被当应当罚，伫顶个月被免职。这个员工或离职的人涉及到违规的部分，我讲就是以相关指挥中心的要求。我们是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当然就是属于他一个内部公司内部治理的问题。长营也发表声明，指出所有的组员拢爱逐工监控并且汇报家己的状况。入境国外的来回航班也需要暂停做好防疫措施。回台了后爱完成检疫规范。经过几啊摆内部公告甲互勤前的干部一直严正忠告相关规范，也毋过有真少数人员违规，影响公司声誉，也可能迫害国家的防疫拍拼。对违规者调开人评会调查，对于当咧调查过程中捏造事实、想要混淆者，无法度设定空服员的工作。如果违反了他们的专案的话，机组人员就是变成一般民众的身份，那我们就会开立居家检疫书，那请他完成完整的14天的居家检疫。那如果期间再违法的话，我们就会依传染病防治法来做处罚。那在人评会的时候有来问过，有来咨询过我们，他违反防疫规定跟违反工作规则内容很明显，我们可能也没办法，也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去变动那个。他会写说你必要可以外出，但什么叫必要？或者说他会规定说不能出入人潮拥挤地方，那人潮拥挤的定义是什么？会有一点模糊的空间啦，那对空服员就会比较辛苦。工会指出，这名被开除的空服员因为违规明确，工会无法度提供协助。另外，目前的空服隔离规则有一寡内容，也会当更加明确，避免发生认定上的疑虑。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今日新增加一个带病入境染到武汉肺炎的国民。还有就是印尼的劳工暂安2礼拜无要开放这条带，医学专家是表示，敢若当印尼效果恐惊较有限。但是中部长也说明讲，民众若仍然需要照顾病人者，政府也会尽量到接洽其他的外国劳工，无嘛有长期照护2.0的服务，通好运用。因为印尼新冠肺炎疫情提升，加上移工管理状况无好，疫情指挥中心宣布，自拜5初4起暂缓印尼移工来台2礼拜。对此，国内专家表示，要阻止疫情进入台湾，敢若禁止印尼效果有限，也是有其他高风险的国家可能将病毒带入台湾，而且未来再度开放移工来台时，建议解除隔离前维持在厝在险，才会当避免将病毒带入社区。要做的话，就必须在解除隔离的时候加做核酸检测，甚至有人说你可能加做核酸检测多做1次啦，或者是核酸检测加抗体检测，都有人在提议。此外，外界也烦恼，印尼主要是社福类的移工，对有照护需求的家庭可能会受到影响。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目前是以防疫为主，那会当开放会量早开放，有照护需求的家庭，政府会协助媒合。还是以防疫为一个重点。然后第二个，当然可以媒合其他的国家，
然后第三个可以媒合现在已经就是说到期的，好，尽量来做媒合。然后最后一样当然是可以使用长照2.0。但市长指出，移工入境政策会看当地的疫情做滚动式的调整。另外，新冠肺炎疫苗，英国已经领先全球，率先批准非随新冠肺炎疫苗，上紧后礼拜提供民众注射。台湾敢是有机会提早做，但市长强调，这款疫苗正会时停，即马拢也在洽谈中。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代替一款新型的观光列车“明日号”，本地正月初就要起行，这站试运转订单煞袂少。一站是有一个这礼拜就要举办婚礼的站务员，卡骨去互明日号的车厢压落去越大的杆，当煞就要手术。另外，搁一个列车顶拍点涂骹，用手骨咧编明日号车门的紧急开关，照讲嘛是无啥套动。细过站务人员正脚徛伫咧车厢，还佫有月台中央是袂顶袂动。这个发生伫咧拜三下晡的意外，画面是互人看了会惊。细过站务人员送病院了后，发现讲空喙真深，会当看到骨头，加在骨头无断去，毋过也是需要大面积清理空喙的手术。有立委讲，伊本地这个礼拜就要结婚，要求代替就要负所有的责任。这位员工星期天就要结婚了，明日号2天1夜3万块，然后一个吊车的引导作业。我们的员工夹在这个月台之间，这样旅客会有信心吗？这个详细的问题我们也报南区的那个劳检所在检查那相关的原因我们会做一个检讨如果在过程上有任何的没有完全的地方，我们就再修正出代志的车是明日号观光列车，第一时间为着要救人，车身去用挖一坑真大坑。原本明年1月7日开始营运的时程可能会改变。另外，代替的员工伫咧顶日有一张内部相片流出去，一个车长拍伫咧涂骹开车门，引起外界批评。代替解释讲，因为代替最近当咧搬宿舍，目前才会试办树林吊车场到树林站之间免派车长，车长才会为树林站上车，上车进前家己为月台操作开关。有一些车子的状况是车长用车外考客开门的那个车厢车门，基本上旅客很难进出，因为它会自己自动关闭的话，其实也会夹到旅客。所以工会这边反映的事情就是说，其实它这个新制一出来之后，台铁局其实根本完全没有在做相关的就是措施，或者说是一些配套。产业工会批评讲，代替并无预告，或者是做内部的沟通就试办。车长伫咧月台顶悬操作的是车门紧急开关，同一个时间若是有旅客要上车，可能就会危险性。针对这点，代替回应讲，会持续协调相关的单位，研究更较有效率的方式，加做试办基本改善的参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这站有业者寄通知单去人家厝，食大台北区雅士的公司名，讲要检查雅士的安全，结果换一粒气壳未漏出来的雅士头，现场要收将近3000块。警方当时以产品未俗未贵，甲业者送法办。大台北区雅士公司这边是表示，因的服务费用拢会寄小单，袂现场甲人收。社区大楼顶一日加上这类的通知单，顶悬写讲大台北区家属服务通知，提醒做好安检人员会挂名牌，而且在指定的时间来修理。做好看到嘛无怀疑，是这户维修人员入来修理，所想袂到是一场骗局。那上次检查通知单来也是假的，那我们就被骗了3000块啊。那其实是没有，我都没有闻到瓦斯味。大标题大致他就写说大台北区瓦斯但因为我们瓦斯公司就大台北区瓦斯公司嘛，那很多人看就是看那个抬头，也不会看旁边的细字。相反就是这个穿那些外套排工固定加入来电梯的查甫人，伊涉嫌加做大台北区雅士公司的员工，分假传单一间一间市电铃，向住户表面讲要检查雅士，结果以雅士漏泄的风险做理由，现场想要3000块的钱来换公线开关。那警方表示，相反涉嫌用假介绍来关闭，已经犯诈欺罪。商品的成本只有比较低一点，那后续他跟他收的费用会比较高额。可能成本只有几百块，但是他跟他收取的费用可能几千块，甚至上万，都可能这样就可能构成诈欺。大台北区雅士公司的业者表示，真正雅士公司绝对袂伫现场收钱，一般拢会并入去后一期的小单内底。若是警方嘛指出，相关诈都有前科，大部分是以这款的手法来诈骗，嘛提醒民众，雅士的诈骗案是一直发生，绝对要提高警觉，才袂去互骗去。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讲，昨台中地检署起诉成东中医的卢世明医师，还佫有九福中医的洪章宏医师，另外佫一间中药商兴隆药业的负责人3人，因为就是牵涉伫汉药内面掺猪血，造成38个受害者严重毒。市府卫生局也讲，接到起诉书，就会随召开会议，决定要怎样处分这2个汉医师。也讲起家后住院期间，逐工都爱煮严重度的解毒针，迄种的痛痛，做红菜特别唔甘。我就跟叶医师讲，我说痛到什么程度？指头的关节，我看到针那么长的针扎进去，他就挨了好大一针。国民党前台中市党部主委伊的家后致癌了后，因为服用成东中医含盐中药，后续国面对着排毒的过程所受的痛苦，受害人家属是认为讲，检方将给起诉的罪实在伤轻啊。要释法，我们真的坦白讲，检察官有他的立场，或者是他的证据，我知道法律讲究证据，但是你要讲的证据，也要知道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今年7月，台中爆发着中药严重度的案件。台中市卫生局依照违反着医疗法、医师法以及药事法之相关的事情，函送台中地检署。经过4个多月调查，检方查至症结，起诉成东、九福这2间诊所，一家兴隆药业这3间的负责人。台中市卫生局原来伫收到起诉书了后，马上召开议定会，相当会当废止医师证书。依医师法25条之1规定，处分的内容包括有警告、继续教育、停业1年、废止执业执照，最重可废止医师证书。台中市卫生局统计，受害人数拢总有38个人，其中成东26人，九福12人。目前已经有29个被害人加入团体诉讼。台中市法制局暂时为每一个被害者定求偿差不多200万，计扣押3个人名下将近5000万的不动产。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13年前，分林一个民众名叫林金贵，牵涉到高雄凤山枪杀计程车司机的案件。经过法院判决无期徒定案，买手冤家平反协会这个团体出手援助，争取再审，后改判无罪1摆。结果检察官又搁上诉，再去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经1审，是换搁再判决林金贵无期徒。林金贵再三强调，家己绝对无犯这条案。头尾落狱3000几天，总下来重新得到自由。不过买手经过检察官上诉，最高法院合议庭发觉，还有几两层证据查无详细，才会撤销判决，发回经审。但早起无期徒的结果一个出来，冤家平反协会也表示，一定会搁再替林金贵上诉去到最高法院。咱话来讲，南投埔里一个64岁的男性，已经犯着食酒驶车12摆，驾照也吊销了。结果伊煞搁驶车冲红灯，警员查落来一个验酒精分嘛是搁再超过标准。但地方法院判决伊1年8个月，有的人是讲刑罚了有较轻，嘛有律师主张，该当就要修改法律，加重再犯的刑期才是。这个男性落红灯了后，互警察查落来，警察闻到伊分书顶的酒味真重，就随家做酒精的测试。分空相分呢？有啊，这个男性酒测值是0.58毫克，妨碍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这已经不是伊头一届犯罪。警察查到南投埔里这个姓黄的男性，进前已经有12届啉酒开车的记录，伊的驾照已经互吊销。不过，伊伫10月份暗时啊啉酒了后，过当天毋但无驾照骑车，佫弄红灯，佫一届互警方送办，成做伊第13届的记录。不过法官审理了后，煞干那判伊1年8个月。他坦诚犯行家庭的经济状况后，还有一些酒测的浓度，然后以及饭后所生的危害后，都考虑了进去了吼。爱乖啊，爱乖吼。爱伤轻啊。法官考虑到伊的态度，也有经济状况，一审判1年8个月。不过民众认为讲判了伤轻，也那法界人士认为讲，除了爱互做禁戒治疗，伊嘛认为讲，目前法定的刑期伤轻，有修法的空间。前科速刑做不同法定刑的依据，让法官可以有更高的裁量权，而不是每次都必须压在2年以下，再因为加重其刑的方式来加重。律师认为讲，目前以刑法185之3条的规定，啉酒驶车会当判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而且会当并科20万以下的罚金。若是累犯，法官会当加重判刑，会当判到3年的有期徒刑。不过，敢若无啥效果。建议若是犯愈侪届的人，就要增加法定的刑期。
才会当阻挡啉酒赛车出车祸的悲剧一再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日本派驻台湾的交流协会已经宣布，明年就是日本3·11大地震10档纪念的时间，正正就是加强两国友谊的一档。早起因也公布新设计的台日友好的标志，新历正月23就会伫101大楼来点灯。过来也连续煞有活动，感谢迄当阵台湾的社会纷纷捐款，搁有替日本祈祷这款感情。日本3·11大地震2021年将满10年。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将明年定为是中国日台友情之1年，感谢当年台湾各界踊跃捐款为日本祈福，并且特别设计台日友好概念 logo， 将伫明年1月23日101点灯。东日本大地震10周年，日本为了要感谢台湾所举办的一系列活动，这个我们也跟日方在交换意见，当然我们这边也会。推出我们自己的一些这个交流活动。台日友好 logo 是由代表日本英文的 J 甲台湾的 T 结合组成，代表互相扶持甲友谊。台湾方面也有一系列配合活动。另外，最近中俄贸易冲突继续增加，中国用经济制裁手段替澳洲葡萄酒先开刀，世界几啊国以实质行动停澳洲，卖澳洲的红酒。咱国外交部也声援，中国政府。它是公然使用假讯息，还有一个合成的照片，对另外一个国家进行不实的一个攻击。对这个东西呢，我们台湾跟政府人民是感同身受的。另外，对于驻美代表处进前新增9个人确诊，进行第2摆核酸检验了后，9个人是呈现阴性。为了求心中，9个人将再次经过医师检验确诊，并且甲国内防疫专家确诊，目前并无其他新增阳性案例。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顶日劳动部所管理的劳动基金发生有内神通外鬼、捧固定期股票的案件，引起劳工团体出面抗议劳动部管理有失妥当。因为这款事短时会损失到劳工退休的保障。证人也要求赶紧提出检讨报告，通好让未来监督劳动基金投资的制度愈集中、愈透明化。劳工退休没问法，官员贪污吃饱饱。大社化考后。劳工团体初3到劳动部外抗议劳动部管理不当，历史台湾就千万名的劳工权益受到侵害，也影响到退休的保障。要求劳动部提出检讨报告，让未来的基金投资的监督机制更加完善透明。劳动部针对相关的议题举办座谈会，让基层劳工参与，并且透过扩增财团税收来建立基础年金。人某不彰的情形，总共已经有4次了。这4次当中，到底总共被挪用了多少钱？到底亏损了多少钱？劳动部从头到尾都没有讲清楚。我们的劳保基金的投资效益远低于一般的股票的所谓的正常的一个投资效益，当然就是问题丛生，亏损累累。劳团批评，真大劳工的生活若讲无保障，国家就会动摇。爱政府一定爱重视劳工的心声。对此，劳动部强调，将审慎检视，调整需要改进的部分。各个面向的议题当然都可以进行讨论了，我们也会持续的倾听各界的意见，那有具体的内容都会再对外说明。虽然劳动部官员接到陈情书，不过劳动部对检讨报告什么时阵出来，也无予具体回应，引起劳团的不满，不排除各发动新一波的抗议。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国民党立委批评国防部赞助成立的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的成果有限，所聘用真侪人员，未输咧占亏。等下来暂调这个机关明年度的预算2500万。退伍官兵辅导委员会彭世宽主委，过去也捌做过研究院头一任的董事长，伊也表明唔通把这个单位当作党派色彩来看待。假如这个似乎把它定位为你说党派了，有颜色了，我真不知道怎么批评。我想表达，这是我非常难过。
怎么今天走到了这一步？体育委主委帮细款初三去立法院闭巡前接受访问，却是口气沉重，因为伊捌担任头一任的董事长的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前一天伫外交国防委员会上，被国民党立委质疑国防院研究的成果有限，却大规模增加预算，加聘用研究员，批评是咧饲飞鸟占亏。把这些事情都当成一个政治的活动。政治的考量，那是国家的损失。国防安全研究院里面人才济济，连国外都受到国外的肯定。国民党立委批评国防院无贡献，佮加就其内部人事考评机制无明确，无法度处信大众。国防院执行长林成伟解释，院内科学拢有进行，业务会增加，也希望会当补强治安软体装饰，阻挡网络的攻击。也毋过最后委员会决议删减2500万，冻结2000万的预算。面临了来自于这个中国很大的威胁，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在国防政策上、国家安全的相关的研究上面有更深度的去研究跟讨论、战略的分析，我想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我一点都看不出来他哪里有肥猫，只有这个独立的法人啊，他可以自己对外募款，也可以自己对外来争取政府采购这一些研究案。所以说，他不见得需要完全靠政府来捐助。2018年，国防部关注成立国防安全研究院，也毋过任用人事顶争议无停过，而且成立了后，2年预算拢被删减。国防院是发表声明表示，自今年7月统计起，受国内外媒体采访报道，引用转载数大约800多篇，也得到美国国会引用，强调国防院研究成果真好，党会去检验。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下晡上最新的消息，云林县市地的农民顶真济。当县议会为着面对明年正月初1新开放美国猪肉进口的变化，已经三读通过县内食品安全卫生管理自治条例修正案，规定所有的肉品甲北来路市面，拢得要写明产地。若是无照行，还是记载不实，可能拢得要面对当值上百万的罚金。每年1月初1特别进口有3百种的猪肉。云林县议会初2通过食品安全卫生管理自治条例，未来若要伫云林卖猪肉，伫北内阁有猪肉加工品，产地拢得要标示清楚，若无可能会受到处分。我们在议会不分蓝绿，没有意识形态一致通过云林县地方自治条例食品管理办法最主要就是要维护我们国人的健康。县府表示，目前有组一个联名，招356间的牧场含大头加入，主张家己无用3肉精，希望和市场做出分别。另外，对明年开始也会加强卖场含大的客查，猪肉若无标出产地，就会罚3万到300万；标示若有伪造、标无确实，就会罚到4万到400万。2月1号开始一定要标示。那如果没有标示的话，我们就是优先抽查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它避免是说用民众用来欺骗民众所以我们针对这个标示台湾猪可是或是不含莱克多巴胺的猪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加强的来一个抽验。卫生局表示讲，因监督有27位食品稽查员，不过刷落来就要来稽查进口的3肉精猪肉。县内做肉品食品的店头有超过5000间，稽查员的负担会真重。县府也望中央会当增加卡手、加编经费，确定咱国民的食品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为着要压制这站用钱落去房地产的卖少、厝价煞价格搁咧压悬的问题，行政院今日提出健全房地产市场方案，经过国家发展委员会会同内政部提出对策，分作长短期实施，尤其是新换厝销出去即时登录介绍的部分，有加进加强。针对有关预售屋的红单炒作，个人借由公司或是借由分割房屋来避税的这个现象，我们会强化交易行为的管理，确保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健全的发展。那在中长期的部分，也会研议修正有关房屋税的一个条例，是在适当的时机调整修正。针对预售屋的这个状况，我们也会加速实价登录的修法，针对预售屋，不管是自售或委托代售，全面纳管。要在销售前备查，交易后要依法申报，揭露详细的门牌，并且对于价格不实要加以处罚。
为着表明政府打击炒房地产的决心，国家发展委员会指出，第一站的作为会针对新换厝甲买厝预约单的买卖这个项目来管理。未来甚至也会考虑要修改法律，加强管制。若中期、长期的作为，也会由财政部出手查明房屋实际使用的情形，以免有人投机走税金。来讲，行政院当宣布压制炒房地产的政策，也引起都市改革组织这个团体咧批评，改革有较慢，内容也做无够，甚至佫闪过爱扣囤房税这条案。台湾民众党这边是指出，实价登录实施到呾，毋但灌水的袂少，资料也开放了无够彻底，因会佫另外提出家己一版的法案。台湾未少民众买生囝嘛，袂结婚，怨叹讲买厝买袂起。行政院议会初三公布9月拍炒房的措施，都市改革组织秘书长裴永凯批评讲，行政院早就该做，做了无够，佮拖到即马才佮做。伊认为讲，台湾不动产的持有税率上过低，地属空厝的比率真悬。毋过新的政策要是咧闪改革囤房税。台湾这么高房价。租屋困难，房租又贵，可是我们市场上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多房子空置？你现在才假惺惺的说我们现在要启动，那过去3年在做什么？适当的时候他才会祭出金融手段，我觉得这个就很有学问了。请问事实是哪一天？民众党嘛要求行政院唔通拍假球，应该要针对囤房税实价登录2.0来做改革。用停车位的部分去作价它的房价，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实价登录在这快已经8年的时间了，其实已经变成是一种虚价登录。虽然实价登录的制度伫2012年就实施，今年7月份推出新制，对申报不实来裁罚。不过民众党主张讲，不动产交易的登录爱公开实际的住址，也有历史的交易，而且爱即时登录。另外，台北市顶一日标出名伦社会主体3房型的，1个月厝租就要4万块，引起大家的讨论。郭文德讲，社会主体无希望全部拢是山乡人咧住，嘛引起外界质疑。社会住宅4万块，我觉得社会住宅不是说全部都要给穷人住了，而是一个混居的一个概念。针对行政院提出拍炒房的新政策，民众党强调讲，这个会期嘛推出实价登录2.0修法的版本。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近来并来发生重大的刑案，甲精神方面较有各样的患者有牵连者，社会大众都会议论纷纷。早起王婉如的为含几项的民间团体也做伙出面，望讲政府会当尽量落地方，加强社区伫咧支持甲服务精神方面有欠欠的患者，这款工课的力头。铁路警察李成汉去年7月份执勤的时阵，去互都市法院认定被告因为得着精神疾病，一审封判无罪。2审台南高分院送请成大病院鉴定，结果甲家营鉴定的报告无同，可能去影响到2审的判决。前一日台南嘛发生一件得着思觉失调症的30岁查甫人，摕真侪种工具甲妈妈抬死的悲剧。面对小连续发生的重大社会事件，搁一个凸显目前的应用甲处理的机制真欠缺。希望这个行为中心的部分可以作为这个整合合理协作的整合机构，然后包括说卫生、社政、警消、教育、劳工等等的相关单位的资源都能够一并来做处理。每一个家属都说他多么希望在他孩子生病的当下，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家属的教育。除了去污名以外，其实对家属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民间团体表示，厝内人病情压起来了后，差不多拢是由家属来承担照顾，毋过家属因过拢毋知影发病原因甲适当的处理方式，要找社区的照顾资源嘛是世界拄着困难。虽讲精神卫生法早就有社区心卫中心的设计，毋过却因为编制无清楚、位阶不明，而且欠经费，真侪关切的社区心卫中心的编制干那一个人，有的甚至是科员来兼任，根本就无法度发挥完整的资源转介甲长期支持追踪服务，而且同伴之间的支持服务是绝对爱。病人他不只是看病吃药，他其实大部分的生活是在社区里面。我想过去的这些社会事件都是从社区端衍生出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更重视去积极的面对在社区里面病人的样貌。民间团体希望中央的法令甲政策会当更较周全，协助地方构建社区支持服务的资源，注重精神障碍家庭的困境，透过司法协力、卫政、社政、经销等等的相关单位，形成完整而且延续的精神医疗照护网络。记者综合报道。镜头刷到咱来讲，高雄市府配合铁路地下化的政策。
已经甲具体高雄车头，还有出站两边铁基路四边的范围，划作第71期的中卫区。毋过这内面有一户地主已经73岁，也无法度负担家己拆厝的费用。早起反对中卫团体也陪伴当事人出面争取家己的厝体划出中卫区外口。选举结束。高龄73岁李美金表情无奈，摕着抗议牌。3号透早甲自救会顶团体伫高雄市政府头前抗议，因兜方划入去高雄火车站周边的71期中卫区，有2/3的土地，方要求爱伫年底进前家己拆掉。明明因兜隔壁的空地是公有地，煞要征收因兜来做道路，互伊无法度接受。他公有地一大堆，为什么不用？我旁边都是了。我今天如果是很有钱，没关系，你怎么猜我还有房子可以住，对不对？现在就是没有啊！你现在叫人家救济，能够盖一栋房子吗？也不可能嘛，对不对？若是真正要拆厝，因兜就剩一条走廊的范围。李美金甲2个6岁的囝带做伙，伊家己年岁倒悬，市府征收的费用是200几万，但若是要另外买市府提供的空地，共款爱开200几万，另外搁爱负担起厝的费用，伊根本无法度负担这寡费用。拆房子还是有给补偿费啊，工程大概也都将近完成。如果说这个要再把这个所谓的这个土地要划出这个重划区，可能这个在目前这个应该也没有什么空间，这个在法律上这个是比较困难。地政局表示，都市计划要变更有难度，后续会甲李美金协商。李美金想要到定前雪红挡伫市府的门口。都市发展是好代志，但是毋是一定爱牺牲少数弱势的家庭，政府可能都爱思考一下。记者陈焕武、陈显坤高雄报道。原来讲，伫咧台北桃园拢总有4间分店，会员人数上千人的健身房 BioFit 临时结束营业。主管机关台北市体育局昨去到分店稽查，发觉毋但关门串户，负责人也早就失去联络。消保官也表示，讲有接到未少民众投诉，业者11月还佫伫咧收会员，分明就是恶意停业。何讲智慧健身引进国外 EMS 训练器材，运动的时阵规身躯通电，来达到更较悬的练习效率。网络顶悬有真侪相关影片伫咧推广，嘛引起真侪话题。BioFit 智慧健身中心嘛，小连续伫咧台北桃园开4间分店，会员的数量超有1000人，啊，毋过煞伫咧12月初1无预警的倒店。台北市3家分店的会员人数初步大概800到1000，尚未预行课程的产值大概约有2000万左右。那之前都是正常营业，也没有事先先接获通知说他们有要停止营业。最近消保官已经小连续接到消费者的申诉案件，而且表示 BioFit 员工初一向会员发出公告讲，总公司负责人无法度付11月份的薪水，而且无要出面来处理，地属各店无法度去提供现场的服务，电话嘛无人听，强调讲伊嘛是受害者。真侪会员拢是接到公告才知影讲公司已经倒去。目前健身房的官方面册卖奖团已经有真侪会员留话，嘛准备讲要成立自救会来向消保官申诉，而且提告要求赔偿。在业者无预警歇业之后120天内来申请，如果是信用卡分期付款的话，可以停止支付。有消费者有20个人以上这个需求，那我们法务局一定会协助消费者来去洽询有没有消保团体愿意来承接这样的一个消费团体诉讼。北市府体育局表示 ，BioFit 登记公司是卢环桥主审，而且公司人员已经几日天无出现，初二已经派人来稽查，完成休业的认定。目前敢若会当等业者出面，才会当启动后续的法律行动。建议消费者要保留相关收据、消费记录，未来要要求赔偿的时阵，才会当有证据。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关心教育，高雄一个家长伫网络表明讲，家己2岁8个月幼婴去互幼儿园的园长线面拍头壳。但市府的教育局也表示，园长承认有拍囡仔，确实已经牵涉到不当管教。过来社会局也会查明，敢有违法的情形。高雄一个家长伫咧社群网站投诉讲，顶个月27 2岁8个月囡仔下课转来厝里了后，下头的所在出现一个所在情景，囡仔迄当阵甲家长讲是互园长用抓棍来拍的。园长的说辞，因为一直有一些反复的情形，所以对于孩子打的部位，他现在目前跟伤势的验伤的证明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已经还在继续在搜证。我没有动手，我只是拍打。因为那2个公，我真的有一个坏习惯，我就是这样。
他一直要跟我拿钱，他一直恐吓我，所以要去媒体爆料，所以让我经营不下去。讲到激动的所在，园长嘛哭出来。伊讲出迄当阵的经过，伊表示，迄当伫困中昼的时阵，干那望囡仔经到头，问讲伊是安怎还袂困。另外，因为囡仔伫遐伫走，要甲伊提起，才会有拍骹的动作。想袂到过长工煞去互家长反映管教无妥当的情形，啊，若是负责即个班级的老师嘛，雄雄理解，而且去甲家长表示，头的伤是园长造成的。是因为他确实有这个动作，所以教育局这边我们是认定他确实有不当管教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所以其实也已经发文掀起改善。教育局表示，经过调查，这间幼儿园过去并无违规的记录，而且认定有拍外力侵入的行为，会要求园方限期改善，后续嘛会加强稽查，而且辅导园方确实改善。若是有涉及不当管教，嘛以离校法来处罚。记者综合报道。咱原来看到花莲县七星潭海边，昨暗一支车厢顶雄雄断过，电线搁去交着骑机车的民众。当即阵县府也说明讲，原因就是透东北风，海边咸分过重，电线交着民众，车厢顶才会断过。当即阵也会全面检验，唔通搁再造成意外，另外搁发生。初二暗时7点40，花莲七星潭大桥南边的车厢顶，唔知啥物原因，雄雄断去，电线还阁因为安尼去交到一个骑乌多摆的人，这个人怎跋倒受伤？附近的民众拢讲，这个车厢顶是去互东北季风吹断去的，而且今仔日早起的风还是真透。有点夸张，可能第一次，一般都是台风。感觉快被吹倒了，好像台风来了。村长表示，七星潭因为伫海边啊，所以盐分较悬，包括电火条啊，还阁有交通号志，现在有限扫的情形。加上东北季风若透，一个吹落就会断去。希望县府会当改用其他的材质，还阁有注意扛棒敢有够在。它是靠海边，所以腐蚀性很强，包括那个有一些路灯啊，都很容易造成生锈。我们会去清查，那再来确认说未来在设计规范上有没有需要做一些防堵。告示指示的这个部分，我们未来也会再去衡量，看看是不是这些号志都适合呢挂设这些可能比较大型的这样的指示。根据花莲气象站的资料，初二暗时迄当阵的风力平均1秒是17米，阵风有到7级；也若初三的风力是1秒14公尺半，阵风同款是7级。提醒民众，尤其是骑乌多摆或者是铁马的人，都要注意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咱原来关心国际来讲，英国政府已经批准美国辉瑞大药厂和德国 BNT 生物科技共同研究的武汉肺炎预防剂，按算下礼拜就会开始予高龄的时代，啊，阁有医护人员注大声。啊，俄罗斯这国总统也下令下礼拜就会以家己国产的预防剂优先来注医护人员，啊，阁有学校的老师。英格兰地区初二已经结束1个月的全面封锁，卖非必要的商品的店头嘛重新营业。英国政府迄天批准美国辉瑞，还有德国 BNT 共同研发的疫苗，加做头一个正式批准使用新冠病毒疫苗的西方国家，而且为后礼拜开始做。头一批80万剂，也就是有40万人会当做，而且是集会人，还有医护人员优先。年底进前，还有几啊百万剂会送到位。官方表示，已经注文4000万人，有够供应2000万人来做。The MHRA, our independent regulator, who have followed all of the same steps that any regulator, but what they've done is done them rapidly and sometimes in parallel instead of one after the other. And that's how we've got to the position of being the first country in the world to have a vaccine that is clinically authorized. 俄罗斯初二通报高一日新增加，因为疫情死亡的人数有589例。俄罗斯的疫情一直烧未退，总统普廷下令后礼拜开始会全国大规模注新冠病毒的疫苗。伊若使用的是因家己研发的史普尼克5号，伫未来这几天内就会制造200万剂。伊若伊的保护力有92%。Попросил бы вас организовать работу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чтобы в конце следующей недели мы уже приступили к этой масштабной вакцинации.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доложить вам о готовности масштабно начать ее на следующей неделе. А начнете масштабную вакцинацию, хорошо? Хорошо. Каждый день докладывайте. Давайте мы начнем вашу работу по масштабу. 美国纽约州按算收到头一批的新冠病毒疫苗了后，会考虑优先提供予养护机构的患者，也有工作人员来做，而且希望这个月底就会当开始做。因那州长古莫初二表示，按算15就会当收到17万剂辉瑞甲 BNT 的疫苗。这疫苗目前已经申请紧急使用授权，核准了后，上紧伫15就会当开始配送。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
咱原来讲进前，泰国的在野党甲司法机关检举总理，2014年就落任陆军的司令，结果当选还阁免费住伫咧陆军宿舍，有利益冲突也违反规定。昨泰国宪法法庭9位法官一致裁定总理无违法，结果也搁再引起首都市中心的街路大批的民众打出来抗议。曼谷拉泡路的十字路口，初日暗时，集合真清的示威民众比出3载抢势，表达反政府的立场。示威者搁伫咧主舞台头前，甲上顶泰国法庭的模型规个喊好嘴，上顶司法完全无威信。上大在野党为泰党的领袖，今年3月份用司法单位检举总理帕拉育，2014年9月份落任陆军司令了后，也是搁免费住伫咧陆军宿舍，有利益冲突的嫌疑，而且无符合规定。帕拉育解说，伊是因为人身安全的理由，才会选择继续住伫咧军舍。针对这件代志，泰国宪法法庭初日做出判决，9位法官一致裁定帕拉育的行为无违法，而且总理甲因厝内的人的安全是政府的重大责任。คือในความคิดคือเรารู้อยู่แล้วว่ามันเป็นคนของเขาอะเนาะอย่างน้อยถึงคือไม่ได้ว้าวมากว่ามันจะเป็นแบบนี้ก็คือเขาทำใจแล้วต้องเป็นแบบนี้แน่ๆแต่ก็ไม่คิดว่ามันจะแบบหน้าด้านหน้าทนอะไรประมาณนี้ค่ะไม่คิดว่ามันจะขนาดนี้泰國自從7月份以來，全國引起規模真大的學運潮，抗議團體提出總理落台、修憲也有王室改革的3大訴求。帕拉育本人伫咧判決出來了後，並無對外做出任何回應，一切正常的去曼谷外圍的地區視察。公司新聞王慧文編譯。咱再來講桃園醫院，即陣加強管制。伫咧急診室門口設立目前全台灣唯一一笪室外組合式負壓力的隔離艙，讓患者和醫護人員分別對無共門戶出入，來加強抵擋武漢肺炎的情形。新冠病毒疫情也佇全球咧滾價，煩惱第2波疫情隨時攏會發生。桃園病院是真認真咧準備，急診的門口，即個用大的組合厝內底有一個愛250萬的防疫新機器。是全台灣頭一個室外組合式負壓隔離艙，會當甲患者分艙分流，減少醫護人員甲患者直接接觸的機會。在這個隔離艙裡面，我們還可以做會診啊，等待一般檢查處置，甚至真的緊急狀況可以作為等待負壓病房一個緩衝的區域。全副武裝防疫配備的醫護人員，引導居家檢疫或者是隔離的患者去室外組合式負壓隔離艙，患者甲醫護人員為無共款的門入去。若會當做採檢，嘛會當直接佇遮做治療，因為外形是透明的。若緊急的時陣，醫護人員會當隨時監控患者的狀況，若非必要就唔免入去。桃園醫院呢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呢，作為國內第一個使用者，一旦要用上的話呢，對我們整個的尤其是我們醫護同仁的安全呢，有非常好的一個保障。這次的負壓隔離的組裝，其實是用全球最新的同步技術。我們事實上在組裝的時間只要6個小時，未來經過消毒，它是可以重新再利用，對於環保也非常好。桃園病院表示，負壓隔離艙甲戶外採檢區、急診室，也有負壓病房，會當講是桃園病院防疫真重要的角色。從疫情爆發以來，桃園病院攏總治療133例確診的個案。伫咧急診嘛處理2191個個案，若急診的採檢嘛有甲1001個人次。桃園病院伫咧即屆防疫的表現是大家攏看有的。記者綜合報道。我來關心醫療的新技術，有病院經過 VR 掛目鏡看鏡頭的技術，來協助失智症的患者想起舊時的記憶。另外嘛有病院和實習的人員伫咧 VR 的環境內底學習，減少浪費醫療資源。還有業者開發出全台灣頭一支 AR 智慧型的目鏡，讓遠距離智慧醫療會當節省愈濟救援的時間。甲 VR 目鏡掛起來看以前的舊相片，或者是買一百米給家仔。高雄台東病院4區 VR 社區，60歲以上的老大人是超過20%。透過替失智症的患者所開發的懷舊治療法，要讓失智的老大人的記憶找到轉來，唔免靠藥物，買當達到治療的效果。失智症的老人，他有一個特色就是心事記不牢，往事忘不了。那他藉由熟悉往事，再慢慢的往前推進到把一些新的事情能夠記住。VR 虛擬實境的應用是愈來愈多，真濟病院嘛開始減少傳統的教學方法，改用 VR 頭盔來體驗。對婦產科的實習生來講，拄有新的人提醒到紅眼打出實習要安怎處理，攏會當佇咧若像真的又閣安全的虛擬環境當中，學習臨床的機能操作。
在进入产房之前，对产房的一个环境提早熟悉，对新生儿的沐浴、出生的过程，同时有个熟悉，同时进行他的评估，然后教学。有业者透过扩建实境，开发出全台湾第一支 AR 智慧目镜，救护人员干那需要甲伊挂起来，第当甲救护时第一现场的画面随团登记互病院，互医师当伫咧远端即时参加救援，把握黄金时间。尤其它可以让医生做到释放双手，第一视角，他可以看到所有的清晰的医疗影像，就不会受限到现在所谓的这个医疗影像的观看，他必须要透过荧幕。结合虚拟甲真实世界，手术执刀医师买当挂 AR 目镜，传送第一时间互远端的资深医师或者是学生来看，结合医疗甲通信合作，远距离智慧医疗已经正做新的趋势。记者综合报道。嘉义有观察沼泽生态的民众，伫咧布地第61线西滨快速道路路边，发觉5只目睭红褐、乌暗棍罕见的大鸟。是讲台南也有冬天的大鸟受困伫咧掠毛蟹咧用的夜光网，经过看鸟的鸟友通报，又愿说未赴解救。这5只鸟伫水里耍水，耍甲真欢喜，外形也真古锥，详细看伊目睭阁是红色的，互人更加想要看详细。这种大鸟初日出现伫嘉义布地镇第61号路边的水域，是真罕见的大鸟。冬天的东坡鸟会过境的一个鸟类，那有时呢会跟小屁弟一起觅食啊，一起游玩啊。以前有，但是它数量差不多1只、2只，这一次呢看到5只呢比较例外。目前拄好是大鸟到台湾的季节，台南原来出现一寡大鸟，不过初日伫将军，互人发现有一只鸡物掉伫沙坡的夜光网内底，鸟仔友原来有通报警方抢救，但是真可惜，尾啊这只鸡物也是无法度救倒转来。查到的是它9月、10月的时候，是可以放置，但是有一段那个法令的限制是，如果是云嘉南风景管理处管理的盐田，它是不可以这样子来设置来捕鱼或抓鱼。翕照俱乐部面册社团即个渔民违法伫禁用的地区使用大细拢掠的夜光网，呼吁共同保护生态，为渔获也甲鸟留一条活路。台南市农业局表示，伊则规定渔民伫9月份到10月禁止伫内海这个公告范围内放这个夜光网。初步来看，并无违法，但是地点爱查清楚，以后会加强宣传使用友善环境的渔具，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南投德山这一个本地咧做乌手的青年人，因为去互妈妈所讲的话影响到，就开始家己饲鸡生鸡卵。伊采用对鸡仔真友善的养饲的方式，等下来得到人道鸡卵友善联盟这个团体的肯定甲认证。放送优雅音乐声，清气佮畅快的鸡条，舒适的气氛，和咱印象中只只鸡仔同齐咕咕叫，客佮佮吵闹的传统鸡条是天差地。这鸡仔竟然佮有家己的运动场。伫南投德山田仔里的饲鸡场是原地做乌手的张凯德所经营的。会开始饲鸡是因为有一届因母啊买介绍真贵的有机卵回来，伊对卵的品质感觉真摇疑，结果说互母啊呛声讲，无你遐敖，家己来饲鸡生卵啊！伊互这句话激到，就安尼决心来亲身饲鸡。台湾的气候跟国外的气候不大一样，主要室内区分成3大块：喂饲料，就吃饲料跟那个饮水区。那中间部分呢，就是他们的休息区；那最内侧部分呢，是他们的产蛋区。不过，饲鸡唔是轻巧的代志。张凯德和伊的看守对爬远的土地开始整理，去清排，开考虑对土地和鸡仔友善的方式来养饲甲经营。伊甚至佮按照鸡仔的个性去设计生卵的卵箱，替鸡仔规划休困的所在，生出来的鸡卵也有无同的特色。人道鸡蛋友善联盟他们的协会专程从北部下来，那他们的主旨也就是要善待每一只动物，它的蛋壳特别的厚，然后再确保每一颗鸡蛋在运送过程中不会说轻易的破碎。因为用心，伊的鸡条也得到人道鸡卵友善联盟的认证。伊重视品质，出产的量真有限。虽然无法度赚大钱，不过张凯德已经拼出好名声。记者综合报道。咱我来看婚姻馆斗南哪里家，
这站特别抓庄仔药当作主题，把一片已经报废真久的低潮，搁再过翻，建设出舒适的环境，庄头的民众就通去遐泡茶、开讲，伫遐坐也交陪感情。这搭所在较早是低调，伫咧云林县斗南镇南社区内底。这间低调本地坑咧用上无25档，野草是发甲规4格，粪扫废弃物是揽3吨。社区居民感觉真无彩，就决定甲低调变好清气，搁再重新利用这个空间。哦，再讲若台垃圾也处理了。啊，这整理好咧，你感觉怎？哦，感觉有够舒适的，吼，坐咧有够凉的，来遮泡茶开讲安尼啦，足趣味的啦。那社区较早是做红砖仔咧生活，但这项产业正做电风营造的特色。社区居民共心利用在地出产的红砖仔，伫个过翻的低调建置通花墙，伫遐造型的花台，也低调来保留地石槽、食水槽，搁有伫遐出入的通道顶顶，呈现早期农村用品起地的情形。我们这类朱闽情缘的这一个场所，它是一个猪舍去改建的。那我们用了很多砖窑的元素，这边的槽吼，地槽这墙板有害去啊，保留掉。啊，咱家己整理一只猪，吼，啊徛伫遐咧食喷，啊伫遐囝咧食水的时阵是要咱食水。那社区表示，这个所在毋但提供居民纳凉休困，未来也会办活动甲聚会，和其他社区交流感情，提升社区营造的活力。那社区在。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分林的消息来讲，爬树啊，真侪人细汉拢捌经过，甚至这也加减有寡危险性。啊，毋过分林县大比的宜人社区，即阵是邀请专家款安全设备来教庄头的长辈时代爬树啊，互老大人搁再体会刺激甲趣味的过程。迄落是安得坐落，有气力了就坐落，啊，坐落就放轻松。爬树啊，会当讲是大家细汉时啊共同的记忆。即阵侪伙人对专业的讲师体验爬树啊的趣味甲刺激。哦，你即个头一摆挑战了？嘿，挑战感觉安怎？感觉袂歹。够好胜。上到上面其实感觉怎么样？不错啊，那个自己的身心哦，那活动一下，感觉那个真心灵哈，感觉很舒畅。爬上去哦，可以看很高，然后很好玩。啊，伫高处的感觉是安怎？足舒服的。爬树啊，听起来敢若是囡仔咧做耍，而且还佫有淡薄仔危险性。不过专业的讲师表示，其实只要甲保护的措施做好，设备甲装备拢较全，无论什么年龄，拢会当享受伫咧半空中海来海去、凉洗啊凉洗的感觉。以前我们就是小时候都会去爬树啊，那爬树其实赤手空拳，好，它的相对风险就比较高，好，可能会跌落。那我们现在就用装备，好，把自己给透过树干，啊，透过装备把自己给悬吊。那只要在正常的操作之下，好，都可以安全的在树上享受在树上吹风摇晃的一个乐趣，甚至你也可以做生态观察。好，让大家回到以前儿时的乐趣。哦，用绳索非常的安全，然后找一个比较坚固的树，然后也从中带入一些环境教育啊、爱树、看树这样的活动。爬树啊，唔但为着好耍尔，主办单位嘛希望透过爬树啊的过程，互民众甲树啊产生连结，进一步去爱护环境，保护自然生态。记者综合报道。咱话来讲，高雄市技工国校有一个6年的同学刘子如，今年参加全国语文竞赛，摕到台语演讲国小组的得优奖。啊，事实后同学原底台语是未练转，对4年才开始拍拼学，踮厝内嘛定定和阿嬷开讲练讲，规站过程确实是真宝贵。拄摕到本土语演说全国得优，刘子如来甲4年的学生分享经验，大家拢嘛真好奇，伊的台语到底有偌好。今年本土语文正经式的演说是头一遍现场留题目，看到世界图就爱随准备演讲的内容。刘子如毋但代表高雄市参加比赛，伫顶个月30，佮摕到国小组全国的得优，实在真无简单。因为伊其实对4年才开始练台语。甲阿嬷开讲老师嘛有甲我斗3工，所以我感觉就是因为安尼，我的台语才会变甲遐尼练转，无我进前讲话拢是客，无法度甲人开讲。看刘子如就台讲台语，语音甲声情拢真水。
原来伊自细汉就甲阿兄做伙学搭喙鼓，老师认为讲，这对伊学演讲有正大的帮助。需要解说内底内容，甲伊的情景的部分，环境是安怎，伊会当家己表现出来。爱定定讲台语，而且是甲人咧讲话的时阵都爱讲台语，安尼进步会较紧。因为学校拢有台语课，所以爱认真上课。因为迄内底拢有教一寡词，毋是平常时我会当看到。老师如讲，只要用心学，会发现台语实在真水。希望大家拢敢会做回来讲台语。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下半部天气变化，咱来看各县市详细气温的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16度到19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19度到25度。台南、高雄、屏东21度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17度到23度。金门、马祖、澎湖14度到22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晶。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